Hello， 今期 Mia 嚟到中山經濟嘅強鎮南頭啊！嗱，你哋估下啦，今日 Mia 要俾大家推介邊一個屋苑先？嗱，呢個屋苑咧，步行幾分鐘啊就可以到南頭嘅輕軌站啊，同埋南頭嘅汽車站啊，仲有就係東富路嘅商圈啦、海雅繽紛城啊，同埋海龍城啊。依家咧呢一個屋苑啊，國慶搞緊活動嘅首期3萬蚊啊，月供3000蚊咧，你就可以入住嘅1000尺精裝現樓啊，加多2萬蚊啊，仲可以送埋一個橙園車位俾你啊！走，我哋睇睇咩樓盤。就係位於中山南頭嘅嘉寶潤啊！咁呢一個項目嘅位置咧，可以話係左手佛山，右手廣州啊！屋苑樓下咧就係公交站啦，公交通達全城啊，包括順德跨市公交啊，從項目步行3分鐘可以到達輕軌南頭站啊，同埋南頭汽車站啊，途經廣州南站再到香港西九龍，全程唔使1個鐘啊！1公里可以到達高速出入口，10分鐘可以到達順德新城啊，30分鐘到廣州主城區，45分鐘到深圳前海，1個零鐘返到香港啦。住喺呢度步行5分鐘內咧，可以滿足晒生活所有上嘅需求啊！落樓右轉咧就係目前北中山最旺嘅東富路商圈啦，全國各地嘅美食啦、KTV、休閒會所、銀行、商超、市場、學校應有盡有啊！落樓左轉就係中山最大嘅商業體海雅繽紛城啊，中山版嘅香港圓方啊！呢度衣食住行、吃喝玩樂樣樣都係齊全㗎。項目建面15萬個平方，擁有42%嘅豪宅級別綠化啊，入住率超50%啦。成個小區多層景觀嘅規劃設計，落樓就可以享受休閒棋牌室、瑜伽、親子活動、體育運動、書吧，滿足全齡段嘅娛樂需求。79方嘅戶型仲要係朝南向嘅，望出去小區內園綠化。79方大裝修做到3房2廳2衛啊，客廳3.2米嘅開間，加上餐廳，成個空間精緻又實用啊！腰自然嘅廚房3件套都贈送埋俾你啊！每間房採光夠晒光猛啊，而且客房仲係朝南向㗎。主人房套廁做埋乾濕分離啊，休息區就係定製個大衣櫃都係冇問題㗎。再過嚟睇睇95個平方嘅創意4房2廳2衛啊，大橫廳嘅設計南北對流，邊個會唔中意呢？加埋朝南向嘅露台啊，採光通風極佳啊！書房多功能房，你會點樣安排呢？朝南向嘅主臥獨立套房，私密居住嘅高品質生活。嘉寶潤許願喺產業強鎮嘅潛力同埋繁華生活圈嘅建利交融啊，灣區通勤同埋居家結業嘅隨心切換，輕軌旁嘅資產就係鎖定睇得到嘅未來啊！